嗡嘛吽婆提次达玛哈苏卡，迦那达嘟阿嗡噜噜噜噜吽就吽。嗡嘛吽婆提次达玛哈苏卡，迦那达嘟阿嗡噜噜噜噜。然后时间圆满来说的话，也是一样，就是在我们平常我们呢，就是在以人类的时间上来说的话。那当然就是会分为说今天是几号，是什么日，什么吉祥日，什么不吉祥日等等很多说法，但这也是看我们修行人的程度。如果是你没有任何这种烦恼跟杂念的情况下，没有执着的情况下，日子好不好也是跟你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修持佛法进入密宗的坛城的时候呢，是圆满时间圆满，就是从过去普贤王如来已成佛到现在，他传扬佛法的这个时间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到现在的在此时此刻也是普贤王如来一直不断的在传法。我们能接受他的教法的话，这是能不能够接受他的教法，这是我们自己的根据我们的这个成就，也可以说根据我们的烦恼业障他的程度。那么在佛没有任何一秒钟不传法的时候，所以就时间圆满，就是这样去观想。那眷属圆满是什么？怎么去想呢？我们从一般的这个人类的众生当中来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众生，每一个参加的这个弟子们或者是来参加法会的师父们，都是以一种善的一个念头，然后聚在一起的。今天来到这里的也并不是说为了要怎么说呢，参加一个演唱会为了参加一个某学者的一个演讲，或者是要学习一个专业的然后就是为了要就业等等，所以去学习一个专业，这样而聚集在一起嘛，都不是，都是以一种善良的心，然后把聚在一起的，无论是有多少的数量，都是有这个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能量把全部都聚在一起的，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是我们从一般的角度，但我们今天实际的、真正的在打开这个文物本身的这个密宗的坛城，然后我们进入密宗的坛城修持的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里的现场的所有的人呢，都不是那么的普通的一个众生，都是文物本身坛城中的在佛与菩萨，而且以这样的一个本性而产生的，以这样去想，我们就是有观想自己自身佛跟本尊智慧身以自身以这种的区别。今天呢，就是我们观想自己是本尊。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男性都是文物本尊坛城中的这些怎么说呢？男性的本尊。那么所有的女性全部都是文物本身坛城中的女性的本尊所有的男性是勇士，所有的女性是勇母。那么勇士勇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最简单最让你们听得懂的话来讲的话，勇士是菩萨男性菩萨，勇母是女性菩萨。所以那么菩萨为什么叫勇士呢？因为菩萨呢，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不顾一切的就是自己没有任何那种做不到的那种恐惧，就像一个勇士他就是在战场上，他没有任何的恐惧，可以在消灭敌人。同样的，菩萨呢，就是为了度化六道中的一切众生，他胜过一切烦恼胜过一切烦恼，那么五度以及所有的烦恼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他战胜了一切五毒，而且是没有任何为我自己的想法，就像观音菩萨为六道一切众生度化，就像如同地藏王菩萨呢，就度化一切地狱的众生，他愿意去下地狱，而这种的一些发愿，就是菩萨就是有事。所以呢，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眷属圆满，就是要知道自己是文物本身坛城中的一切圆满的菩萨。一切圆满是什么意思呢？断除一切烦恼。对于我们而言呢，就是没有任何烦恼。贪嗔痴慢疑都是智慧，以这样的一个清净观，对于我们而言没有什么这是贪，这是嗔这是痴这是慈悲这是菩提心，没有这些的，一切都是以大的智慧而进化成为，把所有的五度进化成为智慧，而能够可以静观的以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这里就是眷属圆满，好不好？相互也不要成为不要认为是某某师姐某某师兄某某怎么说呢，新来的弟子某某旧来的弟子，有这种的分别念，都是要放下。今天你所看到的都是我们本身坛城中的诸佛本尊，那我们就知道原来他是菩萨对，事就是菩萨。那这里没有什么就特别就是惊讶上原来他也是菩萨吗？原来他也是佛吗？就这种没有这种想法，就完全以这种执着都放下，然后作为一个大的清净观来参加今天的法会，好不好？那这样我们今天下午的法会开始修法前面呢，就是我就先给你们做一个口传，然后你们以这样的三殊胜五圆满，有吗？清楚了以这样的状态是幸福的根本，文武百尊的加持，见机解脱之雄狮，破除有情的无知，七情作情传承时，摄受我等生生世，赐予解脱的种子，就让自信光明遇上寂静愤怒光明，超越一切的生死，菩提心从我开始，消灭众生的我执，我随喜何时。